我怎么带点太熟了呗？你抢我妈啥？我来了！我来看帮了呢。哎。唔係你啦？哪呀？寫住呀？唔記得啦。老太哥講啊，我做到踢超過嚟啦，所以做動書時間長袖衫褲，然後做嘢咪出做得咧。變身！嘿呀！時間越來越暗，人也越來越多了。顯示寶張哥哥。是爆的那有力啦。哦，是爆的那有力啦。哦，太哥，你都真的会枪枪牛。是爆了，准备上场嘞。太哥，你愛注意嘛？今日係緊張咧。那看自跑的啊。看自跑呀？係啊，那看前面連腳啊。哦，前面嗰個腳行。係啊，冇聽我講唔到。啊，那你睇冇？係啊。哎呦，跟住要注意點，咪咁多隻。冇錯，認真見動態呢，寫住嘅眼根本就看唔到路，始終得天天頭前跟人緊走緊走，用隻腳緊跳緊跳誒。講下寫住嘅眼本人得自跑誒，也下個眼得唔得了。高场地度，虽然大家路本自跑会帮到一头一面，不过啊，你相信自跑越多，路就会越旺。嗰啲年大家嘅运气就会越好。不说当然啊，也系想动人来参加哦。会吗？不会哦，这么勇敢哦！哇哇！如果从动人那个公牛班比过后，最精彩嘅活动没有结束了。最高潮嘅蹦龙过后，青泥却发亮归天，将龙神转到天堂了。做出龙嘅眼神，将龙神下凡间，为大家带来福气。希望啊，龙神转到天堂过后，咪做得继续保佑大家哦。